大家没有看错节目，这个不是体育节目，仍然是娱乐新闻报道。这一天，一个篮球邀请赛上，台湾组合棒棒糖成员阿伟、吴浩康、李义朗、洪杰、高君贤、梁静琪、梁烈维、赵世增等一众艺人名人一起参与，为比赛声色不少。阿伟更是单枪匹马，特地从台湾飞到香港参赛哦。我也之前有在台湾的时候打过，但是今天第一次来香港跟这些朋友打，其实蛮突然的，因为我不知道说要来这边比赛，我只知道一开始是朋友说只是打篮球这样，所以我就蛮随性的就来了，没想到有媒体在也有歌迷在，其實有點突然啊，因為我都還來不及練球。除咗你之外，棒棒堂邊個打波都好叻？大家其實都打得不錯，對，跟比起來，我跟他們差不多啊，對，因為其實我們私底下都會打籃球，像威廉跟小玉都會打，那敖犬呢就比較少打，因為他比較瘦，一撞就會倒了。跟阿偉同一隊的還有 TVB 的幾位籃球健將高君賢、許家傑和李宇陽。高君賢每星期都會打2-3場籃球，所以這一天的比賽對他來講真的是毫無難度啊！喂，好波喎，你係中堅分子嚟喎，全部都係得分喎。咪但係因為可能我中學嗰陣時就淨係識戇居居揸住個籃球咧，咁今日可以發揮到都開心嘅。其實咧我見到都有唔少名人喺度，藝人名人啦，我見到趙生啦、趙世增都喺度喎，會唔會錫住佢嚟打？即係費事撞親老人家。落場無父子啊！冇錯，本來咧都有啲壓力嘅，但係一落到球場咧就已經唔計呢啲嘢啦。係啊，頭先就唔小心撞低咗佢咧，我都好唔好意思嘅。紅星邀請隊就有得分王高君賢，名人邀請隊就有吳浩康主力發功。他的女朋友莊思敏這一天低調在場邊支持，吳浩康的壓力應該不小吧？其實阿 Jackie 係因為你打籃球而對你着迷，定係因為你唱歌而對你着迷？籃球就俾佢彈到一文不值啦，因為其實我打籃球好多技術都係佢教我嘅。唔係啊，係啊。但係其實咧，佢哋有一隊入邊咧有 Toby 喺度咧，即係若即係一個女流之輩，佢打波會唔會錫住就住你打？佢唔會我哋會錫住佢，但係佢唔會錫住自己啊嘛，所以好驚啊！見到佢。都唔覺得有女流之輩。我原本最驚就係高君賢，點知而家最驚就係佢，因為佢跌親你真係好難搞噶嘛。如果你喊咁點算？佢唔會喊，咁佢唔會喊，佢 OK 嘅。佢好搏命Toby 是這一天唯一的女將，不過不要小看她的實力哦。Toby 也一樣很有貢獻。你頭先入到波喎，入到2球啊，算係咁噶啦。係啊。但係失咗8球。我失咗8球，但係喂。cut 咁埋人哋睇唔到噶嘛，可唔可以幫我贏少少？我入咗2球啦。佢都好好嘅，佢就算唔入咧，佢都帶俾現場觀眾一啲歡樂嘅，即係有啲飛撲啊、跌落地啊、滾地葫蘆啊，人哋唔知以為睇緊沙灘排球。Toby 一頭短髮之餘又打籃球，讓大家都很擔心他會不會沒有男生追。幸好好朋友維維這一天在鏡頭前就幫他說2句好話啦。記者問我你咁粗魯，你怕唔怕揾唔到男朋友？我話其實咧睇落就好粗魯，其實我喺內心係一個好斯文。嗱呢個我知啊，呢個我啱啱同佢拍完套劇，哇真係有一日我嗰日係咪過年嚟㗎嗰日？係啊。咁我哋成班同事去佢屋企食飯，咁佢就哇好好啊，即係攬住個圍裙咧，真係坐喺度唔好幫手，我嚟，哇即係嗰一下咧，你覺得？呢啲咪老婆咯。咦，我見你好似有啲痰上頸喎，今日。等一陣，唔好意思，我幫你買一買先。香港男子組合 Panda 雖然在娛樂圈的經驗還比較淺，不過他們平時就都有做運動，面對這一天的籃球比賽，自然是得心應手啦。因為好開心，今日其實我哋係第一次以藝人嘅身份去參加一啲表演賽啦，因為我哋之前都係運動員。即係其實呢個球場都係幾熟悉㗎啦，係因為我哋之前平時聯賽嘅時候都會喺度打啦。咁今次係好開心，你自己就熟悉啲咯。OK，因為我都差唔多成年幾冇接觸呢啲比賽。呢度留咗唔少腳毛喺度啦。都係㗎。揾得翻。